继续来看今年的1月，花市独家报道，讲高雄一个姓陈的特教班的老师，放一个头壳慢钝的囡仔，家己行落12楼的楼梯，上课敢若播影片互学生看，家己一直背手机啊，甚至阁甲家长来推销直销的产品。家长认为，这款的老师根本都无责任。想袂到，这个老师即摆竟然申请要到大树乡一间国小去教册。人本基金会痛骂教育局。讲这款的老师无改聘，阁会转到偏乡的学校，敢讲是要继续来糟蹋掉偏乡的特教生。家长跟老师沟通不良，安尼无个什么沟通良啊？家长真生气，因为一个姓陈的特教老师，健康课上什么影片点出来，来穴道图开始，他可以讲1个学期。有时无伫上课，干咧伫耍手机啊，阁甲家长推销来路不明的直销食品。他会给你方案，看你要不要执行。当然你执行就会进步了。你放心啦，那3星人士，而且这个是全世界最好喝的细胞人。甚至阁有行动不方便的囡仔，家己落楼梯，毋那家长真生气。有会教过特教生嘛，讲这个老师真离经。就是骂我们白痴啊！火上身了，骂更凶，脾气焦躁。华视新闻伫1月份独家报道，高雄这个姓陈的特教老师，和真个家长集体控诉，爱校方将伊个改聘。想不到这个姓陈的老师已经顺利申请到大树乡的国小。教育局跟学校就是一再的拖延。一再的踢皮球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目的就是为了在今年5月把他送到别的学校去，以零为获。人本基金会的批评，大树冇人出来抗议。为什么会把市区不要的老师丢到我们乡村这样的地方来？那我们乡下难道就要受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吗？我也觉得不公平。为什么这款的老师袂使改聘，会使到其他学校？目前学校有申请要延期，那正教育局在审理中。教育局表示讲，要你调查这户控诉的家长无法度接受，敢讲为了保障这个特教师的工作权，就无顾增加特教生的受教权。